當初係因為覺得呢一科，因為呢一科係新科嚟嘅，想嘗試下讀，睇下呢一科係咩環境咯。第一屆嘅白老鼠喎。冇錯。但係你又好有興趣咁樣就入咗嚟。係啦。OK，咁所以係興趣再加新開，然之後就萌生咗我入嚟啦咁。係啦。同埋有冇機會係可能我想幫人咁樣，所以先入嚟？都係嘅，諗多咗好多嘢咯。即係你個思維會係啊，會因為你度遊戲都會同人傾偈啊，即係可能團隊合作精神會好咗咯。咁有冇話你即係雖然你會有得着啦，咁有冇話你讀呢科有啲咩最大嘅困難咁樣咧？呢科最大困難，我覺得係同你嘅組員合作咯，即係你要諗翻，你要讀啲，即係你要諗一個好玩嘅遊戲出嚟同佢哋玩咯。哦，即係你諗遊戲方面雖然係 creative 嘅，但係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喺度。係啦，困擾咯。困擾居多，有冇得即係再形容下？即係困擾係你要諗要玩咩遊戲啊，同啲即係去做活動要玩啲咩遊戲啊，跟住之後咁同埋你啲功課點樣再做好啲啊，諗即係教學同設計相長。係啦，冇錯。又需要諗嘢，又需要教嘢，然之後係咯，就係要用腦嘅努力多啲。係啦，繼續升學咯。有冇話係咩方面嘅課程或者學校？會想讀社工咯。哦，即係所以就係讀呢一方面之後，如果覺得呢條路係 OK 嘅，之後就上去就會上社工嗰邊。冇驚你嗰科有好多 camp 嘅人咯，係啊，同埋真係要有啲創意咯，即係諗多啲好玩嘅遊戲同。即係跳出框框去幫助人。係啦。咁你覺得沙田 Ivy 最出名嘅科目係乜嘢？咁一定係 CCS 嘅幼教啊、社工啊。咁你覺得沙田 Ivy 有咩特別之處，或者有冇啲咩都市傳說咁樣？沙田 Ivy 奇啲燒賣咯，幾好食咯，跟住之後特別就係可能會女多男少咯。可能係咪因為幼教比較出名，所以就女多？係啦，冇錯。哦，咁咪應該有好多靚女咯，如果係咁。係啊。好多靚女嘅學校，book 返啦，大家記得要。